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路加福音第二天的共读。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1章39节到80节。我们在昨天读到路加福音的前面，我们有看见路加福音从第1章第5节前言之后，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一直到第2章的结束。那这个耶稣降生里面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讲到是天使预言施洗约翰的降生，5到25节。接着是26到29节讲到26节到38节讲到天使预言耶稣的降生，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的39节一直到56节是讲到玛利亚拜访伊丽莎白，还有57节到80节讲到施洗约翰的降生的出生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先来读这一段的经节，从39节到56节，我一样用台语再来读。过无偌久，玛利亚出发。赶紧去犹大山地的一个城，伊入去撒加利亚的厝，甲伊丽莎白请安。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的请安，巴肚内婴仔就着跳。伊丽莎白互信心充满，大声讲：妇人人中你上受祝福，你巴肚内的囡仔嘛受祝福。我的主的老母来访问我哪会堪得？因为我一个听到你亲安的声，巴肚内的婴仔就欢喜着跳。相信主讲的话一定会实现，迄个妇人人真有福气。好，在这里玛利亚走了大概是3到4天的路程哦。好，因为从北部的加利利到中部的犹大山地大约150公里，按照当时大约要走3天到4天。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在外面请安的声音。他腹中的胎儿就被圣灵充满，那就跳动在腹里跳动，以至于呢伊丽莎白就高声呼喊：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好，那所以这个是伊丽莎白的一个称颂，一个赞美，她被圣灵充满，好，然后感受到上帝的祝福临在。好，其实伊丽莎白本身有没有福？她很有福气，因为在她先生自己年纪老迈的时候，先生还能够让她怀孕生子，而且她昨天的经文说，上帝除去她在众人面前的羞辱，所以她本身已经是非常蒙福。但是现在来了他一个远亲，这个年轻的玛利亚可能只有12到20岁的这个年纪当中，但是他对玛利亚称呼说什么呢？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为何这事临到我？那和修本说，我怎么敢当呢？因你问安的声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儿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好，所以她称颂玛利亚有福。好，称颂的不是只有她怀孕而已，因为她的怀孕是因着玛利亚信心。好，昨天玛利亚说什么？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在我行在我身上，实现在我身上。所以伊丽莎白在称颂的是玛利亚她的这个对上帝的信心好，46玛利亚讲：我的心存主最大，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因为主有看过伊卑微的女婢，对他以后万世代的人拢会讲我有福气，因为全能的上帝为着我做伟大的代志，伊的名是神，对敬畏伊的人，伊怜悯因到世世代代，伊伸手宽仁的手。换线心骄傲的人，伊将掌权的对宝座拖落来，卑微的人甲因行高心，骄傲的人伊用好米互因饱足，好野的人伊赶因空手出去，伊辅助伊的仆人以色列，为记得甲因怜悯，照伊对咱祖先的应允，怜悯阿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到永远。玛利亚甲伊丽莎白做伙大差不多3个月，然后回去因兜。所以从这里伊丽莎白颂赞称颂玛利亚是有福之后呢，玛利亚的回应说她是尊主为大，这是一首玛利亚的诗歌我心尊主为大，这个心是指我的心或是我的灵魂从灵里面来看重或是高举或是颂扬神所以就是我的心灵尊崇主，我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为乐就是极度的欢欣、欢喜、快乐，因为神拣选他，万代每一个世代要称玛利亚为有福意思就是要祝福他，所以玛利亚也知道他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不论是玛利亚
不论是伊丽莎白，还有她的伊丽莎白先生撒加利亚，他们都知道上帝要成就事情，所以才会引用以赛亚书的第7章好的经文。好，那也是童女怀孕生子。好，所以这个事情在700年前，玛利亚的时代，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降生。700年来，他们都在等候这个时刻。好，没有想到玛利亚真的，他们是亚伦的后代。好，真的等到这个时刻，而且就是发生在玛利亚身上。好，所以他极度的喜乐。好，那这个玛利亚颂呢，好，他也说啊、神怜悯敬畏他人，直到世世代代。好，神用膀臂施展大能，改善心里妄想狂傲人，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高升，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啊。好，讲到神是公义的神，好，神是圣洁的神。好，那这首诗歌里面呢，也有引用了哈拿的诗歌，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章，还有呢玛利亚诗歌，还有引用很多神的圣洁、神的慈爱、神的大能、神的信实。所以有来自于诗篇146篇第3节，诗篇第1篇50节，诗篇对不起，这个50节是引用诗篇103篇的17节，51节引用诗篇89篇10节，52节引用约伯记5章11节，53节引用诗篇的107篇9节，54节引用诗篇的98篇的3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几乎是诗篇的集合而成了玛利亚诗歌。所以玛利亚呢，她真的是亚伦的后代，怎么样跟伊丽莎白、撒加利亚学习，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虔诚正直的义人，就是遵守神一切的话，包括诗篇。好，那56节提到玛利亚跟伊丽莎白同住约有3个月然后才回去她的北边加利利拿撒勒。所以这个是在伊丽莎白怀胎6个月的时候，玛利亚来了。好，那来了之后呢，又跟她住了3个月，又再回去了。好，所以伊丽莎白大概是9月。好，那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好57节，好，我们继续来读。伊丽莎白生产的日期已经到，就生一个后生。主边甲亲族听讲主有大大怜悯伊，就甲伊做伙欢喜。囡仔出世第8日，因来甲伊行割礼，搁照因老爸的名叫伊做撒加利亚。总是伊的老母讲毋通，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翰。因对伊讲，恁亲族中无人号这个名，因就用手笔问囡仔老爸，看要甲伊号什么名。撒加利亚甲伊讨一块写字板，写讲伊的名是约翰。大家拢着惊，撒加利亚随时开嘴讲话，称赞上帝。厝边隔壁拢真着惊，全犹太的山地拢在谈论这项代志。听到这项代志的人想讲，这个婴将来会成做什么款人？因为有主的权能甲伊同在。那玛利亚好的送葬完之后，好回去，好那施洗约翰的出生，好那是57到80节，好那众人都非常的欢喜，好老来得子，好那按照亚伯拉罕开始的约，第8天，好出生第8天要行割礼，好约翰。好，昨天有提到，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恩慈的给予者。按照犹太人习俗，儿子继承父亲或是父系的家族祖先的名字，就是要继续用他们的 last name。好，这个撒加利亚这个名字。可是呢，妈妈说不行，妈妈伊丽莎白说好要叫约翰，所以难怪这些的祭司好家族的人说，哎，不行啊，我们没有用过约翰这个名字。好，所以要问他的爸爸。好，结果爸爸就用写字板写出来，好，也是约翰。好，所以他们都非常的惊讶。好，说那好，所以可以看到出这个命名的权柄呢，好是在父亲的身上。好，其实母亲也有。好，那他们最后当然一定是尊重。所以上帝的手好有主与他们同在的原文是主的手确实与他们同在所以人在约翰的身上就看见上帝的作为，或是上帝就必要借着施洗约翰好来行上帝所行的事情了。所以撒加利亚他从本来祭司就要献香坛的服饰好变成在看的意象变成哑巴然后他的回去努力跟太太努力的生孩子怀孕了然后怀孕6个月后
玛利亚来问候，又同住了3个月后，没多久，这个伊丽莎白就临盆生出了约翰，生出约翰第8天割礼，割礼之后要取名字，取名字太太说叫约翰，好，然后再去问爸爸撒加利亚，也说叫约翰，所以呢，结果撒加利亚的开口说话，舌头松了，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称颂主啊，好，所以就颂赞主。那称颂什么内容？虽然里面没有提到，但是这个事情呢，这个事迹呢，让住在犹太山区，就是犹太地的人，都非常的惊讶。好，那他们也会说，哇，这个孩子非常的特别，好，还没有出生就这么多的神机奇事，出生以后将来还得了呢？好，我们继续来看67到80节，约翰的老爸撒加利亚和信心充满有言讲，就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佮救赎伊的子民。伊对伊的仆人大卫的家，甲咱设立一个有大气力的拯救者。照伊伫古早通过伊信先知的嘴应允讲，伊要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伊应允要任命咱的祖先，各会记得伊所立神的约，就是伊对咱的祖先阿伯拉罕所立的约。伊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互咱无惊吓。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服侍伊。细囝，你会互人称呼做至关上帝的先知，因为你为做主的先锋来准备伊要行的路，互伊的子民因为罪得到赦免，通明白上帝的拯救。因为咱的上帝温柔慈悲，伊互清早的日头对天顶照咱伫遮个踮伫黑暗甲死亡应允的人，因带咱的脚行入和平的路。这个囡仔渐渐大汉，心灵日日勇壮。伊住旷野，一直到伊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公开出现迄日。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出生。好，那之后呢？好，那他们对，继续这个撒加利亚，好，他舌头松了，可以开口颂赞的，哇，他就献上了赞美。好，那这当中，好，他也是引用了这个撒母耳记上诗篇，好，然后这些来形容神大有能力，就如同牛的角一样。好，那也讲到神从创世以来所讲就要预备的事情，就是弥赛亚基督来到。好，因为自从创世以来，造了亚当造人造男造女，造了亚当夏娃，但是人始祖犯罪堕落，以至于呢世人一直在罪当中。但是呢，神终于要按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好，把他的弥赛亚基督差来世上，要拯救一切的世人。好，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好，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原来不相信怀疑但是现在经过了9个月多应该说10个月怀胎10月又满了8天割礼。好，所以呢这10个月来他终于能够开口。好，他也不断的在学习像玛利亚怎么样能够去慎思明辨，好好去思想，把上帝的话消化，不要马上的就回应结果说错话，自己变成哑巴。好，所以这次撒加利亚可以开口，他一定要说正确的话。那他说的正确话呢？好，他形容神如清晨的日光这个晨星黎明的太阳。好，弥赛亚也被描绘是拯救的光。那这希腊文这个字也当作发枝或发芽。好，所以这个发枝、发芽、发旺也是弥赛亚这个字的双关语双关语。好，那后面提到呢，这个施洗约翰，好，他的出生呢，好，不仅仅是施洗约翰，好，不是说施洗约翰要成为这个基督弥赛亚，好，而是施洗约翰的出生，好，是要提醒世人，好，这个弥赛亚要来到，这个基督要来到，这个基督弥赛亚来到呢，是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使我们可以终身在基督的面前无所惧怕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而这里呢76节才是对他自己的儿子说，施洗约翰，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走在主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叫主的百姓因罪得赦，来认识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这是以赛亚书，把我们的脚引到和平的路上。
好，那所以这个是父亲撒加利亚好对他的儿子好施洗约翰的祝福。好，前面是对玛利亚的儿子好，就是神所差的童女怀孕好，所以不是人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好，基督弥赛亚好的宣告。好，最后一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坚强，住在旷野，直到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公开出现的日子。好，所以出现的日子呢是施洗约翰在那边传道。好，那耶稣那时候是30岁的时候。好，那或是30岁的时候出来，好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好，所以施洗约翰那时候大概也是30岁，因为他们是可以说是同一年出生，他们的出生日期只有差6个月啊，好，所以这30年前呢，这30年当中的预备呢，好，施洗约翰呢，好，他也是在预备他的心理，只是路加可能没有找到完整的资料，好，能够呈现给提阿非罗说，这个施洗约翰，好，他的儿童时期、少年时期，好，做了什么事情，好，但是他已经非常的认真，好，帮我们找到，好，在耶稣的出生，好之前，施洗约翰好诞生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透过这个玛利亚，还有伊丽莎白，还有撒加利亚他们对上帝的颂赞，每一件事情原来是让他们害怕的事情，但是当基督的来到，救恩的彰显，这些的害怕的事情都不在了，都成为可喜可乐，都成为颂赞的诗歌。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安定在天，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彻底的明白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能够被圣灵所充满，让我们从心里面来颂赞神来颂赞上帝你奇妙的作为也让我们能够被上帝的救恩所光照，不在最终，不在死荫里，而是能够引导我们到和平的路上。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好，愿神祝福大家平安。